除了吼，足够讲话，我有一把好功夫，什么好功夫？川剧变面啦！前一阵啊，我为日本返来台湾，吼，你喺飞轮机顶悬，搭枕头，两个小朋友，直直吵。我坐头前，我就感觉讲，哦，我到底是要安怎对付这两个一男一女？是徛起来活过，甲讲你敢要自扣，有够吵的，还是讲甲因做伙吵啊？看送较吵啊，吼，决定做一个动作。啥物动作？哎呦，这时阵有效，因母啊讲，哎呦，你共吵着啊，点去，安尼吼有效啦，30秒，嘿，佮继续吵。落飞轮机了后，因徛喺我头前，啊，我吼想讲吼，恁无爱教示，我来甲你教示。我行过了后，因母啊讲，哎呦，你毋是王婉姐，哎呦，你本人比电视较好看呢。啊，我佮点去啊，我佮反背家己啊。你气人的孙哥，是因为好人跟歹人拢爱小做一个，袂使安尼反背家己的良心。听你良心的话，你真正有够水呢，小姐。哎呦，两个看一个车啊！你都希望做歹人，你个叫反背啊啦！有新闻啊！无啦，咱两个无缘呐，无缘呐，无缘啦真的啦。